每一天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10月22日，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到24节。你着警醒，信心徛在，着勇敢，着坚强。你所做一切的代志，就用疼心去做。兄弟姊妹，你捌斯提法那一家的人，因是亚该亚省头一个归信基督的人，热心服侍有信徒。我劝恁着顺探这款人，以及所有甲因做伙着活工作的人。斯提法那、弗多纳多、甲雅各、亚该古来我这，我真欢喜。恁无伫这，因替恁来帮助我，因互我甲恁平平得到激励，所以恁着敬重这款人。亚细亚省的正教会拢要甲恁请安。阿古拉甲贝基拉，以及伫因兜伫聚会的教会，伫主的内面要热切甲恁请安。所有的兄弟姊妹拢要甲恁请安，恁着亲切互相请安。我保罗亲笔甲恁请安。若有人无听主，就受咒诅。主啊，请来！愿主耶稣的恩典甲恁同在。愿我的疼甲恁所有属基督耶稣的人同在。保罗伫哥林多前书最后的所在，搁一遍劝勉所有的信徒，爱因着警醒，伫信心顶头爱徛在，着勇敢，着坚强，也着对遐认真热心服侍的人，着敬重因，也伫教会中彼此互相请安，彼此劝勉，互主的疼伫咱的中间。愿主帮助咱安尼来行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